国际新闻来看，英国的大选7月初4要举行，有真侪民调是显示讲，共党的气势是真好，有机会会当摕到过半的席次。执政的保守党有可能会来真做是反对党咯。国党嘛伫选举前的最后拍拼做势，出头是真侪，咱做伙来看卖。 自民主党党主席戴维牵手对高空跳落去，看起来真欢喜。不过镜头内底阁有一对选民的叮咛。今年58岁戴维伫大选要到的时，甲支持者做规划当筋骨、跳体操，阁走去雏影，随学随做。 甚至参像一个囡仔同款真健丢，坐树顶船，和快艇游咧伫水顶走。不过实际上，伊也是利用这个出头，带出亲像是成年人社会关怀甲下水道污染等严肃的议题。伊希望家己的政党会当伫英格兰南部赢几个席次来阻挡保守党赢，也希望超过苏格兰民主党重新坐倒来第三大党。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 you. 英国前首相强森也伫最后替苏纳克助选，希望会当占赢面。 How grateful I am to all of you for everything that you've been doing over the last few weeks and for coming so late tonight to this venue, way past Keir Starmer's bedtime. Isn't it great to have our Conservative family united, my friends? 根据民调机构Survation测试的结果，中偏左派在野的工党真可能大赢，得到比1997年大选大胜利的时搁较侪席位。伫650席的国会下议院当中，按算摕到484个席位，这是英国现代无发生过的胜利。数据显示，工党会赢大约42%的选票，领先保守党的23%。 Every single vote counts. 工党党主席史凯尔也把握最后的时间，行入去脚球场、农场甲酒吧，强调每一票拢要靠家己争取，赢得全国选民的尊重甲信任。公司新闻黄云玲编译。